Hello， 今日咧我同查查嚟咗大自然喎。呢度咧就係薄扶林水塘啦。我哋咧係有個秘密基地嘅，呢度咧又可以浸下啲溪水啊，又有塊大石咧係可以接地氣嘅，係非常之正嘅。其實咧，大家有冇俾啲時間去滋養下你嘅身體呢？我哋嘅身體咧係非常之重要噶。創造任何嘅嘢啦，包括創造金錢啦，都係要同身體一齊去創造噶。如果你能夠好好地咧去滋養身體啦，例如每日都花半小時去摸下你嘅身體，去感謝下佢，又或者咧好似我咁每一個禮拜都去下大自然，俾你嘅身體吸收下大自然嘅能量，咁你成個人咧個感覺都會唔同，而創造咧亦都會輕鬆得多。呢個禮拜就揾啲靚嘅大自然地方叉下電啦。如果揾到啲咩好嘅地方，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㗎。